道清各有5、6位监视神，日游巡、夜游巡、监视神、三尸神，3位报事灵童。灵仓库坛主讲述礼天灵游记术，强调参辞驾礼节、清口愿、3关9口。乾道第一考试色官，道清各有5位监视神加井号，为何要求到网页链接？可能是名称不同，也有叫做监视神。这样不就是7位了吗？我监视神呢？这样不就是7位了吗？日月监视神3个，再加三尸神6个，再加报事灵童查得清，出自《弥勒救苦真经》了。这样就7位了吗？日有巡，夜有巡，监视神、三尸神、报事灵童，这样不就7位了吗？